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要讲一个公案，叫做长寿的小沙弥。在一座幽静的树林里住的修行的师徒2个人，师父已经得到6神通，能知道宿命、过去、未来，他都知道。徒弟才出家不久，他是一个年仅8岁的小沙弥。有一天，师父入定，知道小沙弥的寿命仅剩下7天。他想与其让他在森林里面，不如让他回家去比较好吧。就对小沙弥说：“你离开故乡已经好久了哦，家中的父母亲一定很挂念你。你现在暂时可以回家，等过了10天以后你再来。”沙弥听师父说他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，满心的欢喜呀，满心的感恩啊，就拜别了师父回去了。途中呢，碰到下雨，雨水很大很大，路旁有一个蚂蚁洞，已经要被雨水侵袭了。沙弥就想着，师父常常告诉我们，做佛弟子有2件事情要切实实行。第一，一定要有慈悲的心肠；第二，要保护众生的生命啊。因此，他怕雨水会流进这个洞里头，伤害到许多小生命。于是，他用手在洞口挖土，做了一条小小的水沟，让水能够绕道而行，不去伤害到任何一条小生命呢。沙弥回到家里，安然无事的度过了7天。第10天的清晨，就赶回森林了。师父远远的看见沙弥回来啊，奇怪，他为何没死呢？是不是他死后的鬼魂回来找我呢？师父就再一次进入禅定，观其中的缘故啊。见小沙弥救度了蚂蚁的这一段善事，才能延寿不死啊！师父明白了。沙弥来到师父的座前，跪拜顶礼。师父就问他说：“你做了大功德，你知道吗？”这个小沙弥就说：“弟子奉命回去7天都在家里面，并未有做任何功德的事情呢。”师父就说了：“本来你的寿命只能活到前天了，因为你回家的时候，在路中曾经救过无数蚂蚁的生命，以这种护生的仁慈功德，你的寿命又增加了80年了。”沙弥听师父说了这个救生的因果，非常的欢喜，从此他更加勇猛精进来修行，爱护一切生命，后来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位啊。各位，所以我们心存的善念，爱护一切众生，龙天护法、法界善神都来拥护你的，会消灾免难，会天福延寿的。如果能够为这些蚂蚁在念念佛号，回向给他们，他们一定转生善处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了解。修行人要慈悲的心肠，要爱护众生的生命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谨记在心的。今天借这个因缘告诉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